请地普文长老夫妇来点第四件的蜡烛。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你着欢喜的心，何塞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你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乌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乌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请敬拜团来学乐。那我们可以起立，或者是如果不方便的话，也可以坐着，没关系。那我们在寒冷的天气，那我们还是要火热的一起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击掌，或者是打拍子，或者是欢呼，一起来唱我们的赞美的诗歌。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将天敞开，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天上地下。可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我们在不管是疫情或者是寒冷，我们仍要敬拜，仍要赞美。我们持续站立击掌来唱诗歌。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王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敬拜天，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王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上地下，在永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将我们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是的，他是那位配得我们一切尊崇、配得我们敬拜的神。我们持续的使用诗歌，一同来敬拜。他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是那位圣洁羔羊。坐在宝座上，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父敬拜你，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夫妇敬拜
拜你。喜在今，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尊贵的羔羊，尊贵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坐在宝座上，圣洁高，向他来敬拜。我们夫妇敬拜你，喜在今，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王之王，我们高举你的名，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我们持续站立。这是咱用新的改变来信仰告别。你着真心真善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届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天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主拳头。我用新的改变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你也着安尼三听，你若三听，这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咱当心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阮俄罗感谢你，因为大神有你的听，阮兄弟姊妹会当直接伫主你的圣殿来敬拜俄罗你。阮也伫今日咧透过向主同道。来透过你的饼甲杯，来互阮搁一遍来纪念主，你为着阮的罪来牺牲家己，用你的宝血洗清阮每一个人的罪，互信你的人会当得到永生。
你也时时刻刻用你话来提醒阮，叫阮爱行正确的道路。确实，阮人的软弱，时时刻刻无法度照主你的旨意来行。求主你搁一遍来赦免，求主你的灵也时时刻刻来感动阮，互阮来通过阮的智慧、阮的祈祷，读主你的话会当来坚强，会当渐渐来接近主，会当渐渐阮的行为会当得到好的正确来行。即是阮也特别为着阮兄弟姊妹有信心、灵来软弱的。求主你看顾因，互因伫艰苦的时阵会当愈体谅主你的恩典甲你的疼，互因会当记得主你的应允是无变的，互因这个信心来倚靠你。阮也特别为着这个21号，阮有一个幸福的自餐，求主你也互通过这个活动，互还未信你主的人会当通过活动来接受主，会当来认捌主。阮也24号也有一个音乐的见证会，也通过这个音乐的见证，互来的人会当时时刻刻认捌主，会当接受主你的恩典甲你的疼。这是求主的灵运转伫红你的名诅咒的每一个所在，通过你的话，成做阮路上的灯，脚前的光。安尼感谢基督，一切奉主耶稣的圣子名求，阿门。这是咱请圣歌队来学罗，今日学罗的题目是请来忠诚信徒。对啊，这边讲吼，圣歌队内面有几啊队确诊。这个时代确诊甲隔离，当然有人讲若无确诊吼，无得过确诊是当然无好啦吼。总是阮嘛无放任，今仔日阮伫遮嘛是用阮的心三个要来敬拜，请来献开献起69首，啊若无确定阮的迄个泡泡嘛有，阮唱第1节甲第2节干燥了后，第3节请逐个做伙来唱。伫圣诞节时阵，互咱每一个人伫主的面前有一个新的开始。
接下来读上帝话，记载伫以弗所人书第2章19节到22节。第19节，安尼，你着搁做外面人脚骹的，就是甲遮的信徒上国，做上帝家内的人，受起造伫遮的使徒甲先知的地基顶。基督耶稣家己做出格要紧的石，在伫伊建立所起的路上联络，踮伫主来真正真做圣殿。你也着伫伊三甲受起造，真做上帝用神所徛起的厝。就像请罗牧师来讲道，今日题目是教会是幸福的家。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咱已经进入瑞亚之圣诞这个季节特别今仔日是已经是抬杠节的第4礼拜，后礼拜来要庆祝圣诞节世界所在嘛拢咧庆祝叫做电灯，也是讲种种的活动活动吼，商场拢嘛是咧促销啦吼，餐厅嘛咧促销吼，圣诞大餐圣诞节打折吼，因拢借即个机会大家来心情欢喜的时候会买较济啦吼。美国吼，大概即个Thanksgiving了到这圣诞节吼，一年的1/4的迄个收入吼，拢靠这个时候啦吼。人心情欢喜的时候会大采购啦吼。咱做基督徒咱伫庆祝圣诞节，毋知咱用什么心情来庆祝圣诞节咱每次每年都会庆祝圣诞节嘛有时候我们也有一些活动但是一个真要紧的，我相信基督徒在庆祝圣诞节跟其他的非基督徒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啊？内涵跟意义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属性不一样，这个很重要当然不是说其他的地方我们不可以去，我们依然可以去，但是我不要忘记了我们为什么在庆祝圣诞节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被拣选分别出来的成为属神的百姓，所以我们在这世上同样一个节庆，但是我们在庆祝的内涵意义不一样，因为我们深深领受主耶稣基督降世所带来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在庆祝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有一位救主降生，我们在庆祝，不是因为电灯很好看或者说这个也可以吃大餐很快乐，或者是说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东西很快乐这样但我们的快乐是别人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咱基督徒，那我们预备心来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预备一颗感恩的心分享的心充满喜乐知道耶稣带来我们的盼望带来我们的喜乐这是我们做基督徒最有福的地方。所以他们在庆祝，别人在庆祝空空的但是我们庆祝是满满的这个很重要你要记住，神就有耶稣基督带来满满的恩典，要给相信他的人，不是给庆祝的人给相信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相信耶稣吗？感谢主咱的心内若承认耶稣基督这来救主这个心内相信嘴来承认就啥叫做得救，对不对？得救就是得到的意思啦得到的意思开始咱在耶稣说我就是门嘛，对不对？得救是入门而已呢不是结束所以信了耶稣我们入门耶稣说我是门，对不对？耶稣说我是教会的，有没有？我是身体嘛，对不对？就身体也从耶稣的门进入到他的身体里面，是要得他的生命在地上我们这个从耶稣这个门进来的归属在什么地方？就在教会。所以教会应该是什么？充满幸福的教会我一直感觉讲信主的人若袂幸福咱要安怎讲你来信主信主就好。所以我拢爱鼓励我的兄弟姊妹这信学家这走马田伊讲的我
互咱会当摄去吼，互咱有咧足大即鼓励甲提醒着对吼。伊讲吼，咱信耶稣吼，佮逐项吼面忧面结吼，啊是伫共讲安怎你敢知啊？讲吼，我信的上帝不 OK 啦，你知哦？啊，阮啊吼，逐工吼，因为信耶稣欢欢喜喜吼，啊，亲像圣经讲，就是伫患难中嘛是欢欢喜。伫讲啥物？讲 I am OK 哦，啊，我上帝咯。当然没问题，真赞，干啥呢？不是吗？所以，我做基督徒，我们要想到说，哇，我信了耶稣，我有主在我里面，我的生命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这嘛是耶稣所带来的啦，哈啊！所以有一个足出名的古典习惯来讲，耶稣是世人的什么喜乐与盼望，对不对？哇，咧每圣诞节拢照这条，对不对？啊，但是咱咧听这条是哦，那个旋律很美，但有一点点有忧愁，带着忧愁哈。古典的音乐也常常是这样子哈。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来是要带给我们喜乐，所以教会是一个幸福的地方。既然是幸福哦，我咧鼓励大家哦，教会哦很重要的气氛就是喜乐，喜乐才能让人家感觉到温暖，喜乐才能够吸引人啦哈。来今晚的是讲，咱问一个问题，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什么啊？对移民讲啦吼，就简单来讲，教会其实就是什么呢？一群同款信仰的人聚集做伙所在。所以足侪所在，毋是干那基督教会呢，嘛有什么叫做其他教会有无？不教伊嘛讲是毋是佛教会？有无？伊嘛讲个呢，个逐项足侪嘛咧，个啥统一教，伊嘛讲因教会咧，摩门教伊嘛讲因教会咧，好无？个迄个做中华圣教会，你想讲中华圣教会什么哪一个教会啊？基督教的一个做教会嘛？毋是咧，佮中国传统的一个教会叫做中国圣教咧，伊嘛圣教会咧。嘛甲咱类似你想讲所以讲足侪人叫做教会所以教会中性的，这个是中性的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就是咱信主的人自己做伙所在，安尼。问下就是讲，你信的内涵是到底是什么了？很重要，就是说，既然是信的人在一起，如何是幸福的家呢？比如讲，你教会如何是幸福的家呢？很重要，就是说，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啦？咱在做啥物？所以咱问一个问题哦，我们所做的，在教会里所做，有带给我们感到幸福吗？或者说会加添我们的幸福吗？这个问题我们要想，对不对？既然信耶稣那么好，我在教会里面，我当下讲哇，安尼无聊到要死，为少年讲去教会做无聊，但我也讲一句话，但是会救人哦。你们相信吗？教会有时候会感觉到无聊但是我们不要让教会无聊，应该是教会不会无聊了但是虽然有时候蛮无聊的而且长久长习惯但是讲我跟他讲第二个弟兄，算是教会会救人教会救人为什么很重要，就是里面有耶稣基督，对不对？好，你讲宗教，刚才我有讲其他有宗教对不对？宗教有共同点无？有足侪共同点咱若无对这个共同点的中间咱人讲咱大家若甲拄着咱的事讲恁宗教拢共款嘛宗教共款的所在有咱袂使否认咱基督徒做爱讲我毋是宗教，马上就讲我毋是宗教，毋是宗教，里面是什么？在世间人的目睭中，里面就是宗教。不是宗教，是你们自己讲的。但是重点是说，不是宗教，你能够让人家知道你不是宗教的特质在哪里吗？这个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先认识其他的宗教跟我们一样的共同点的地方我们跟他们有共同点的地方我们先来认识。第一宗教拢讲敬虔听心有无？大家讲搞嘛咧讲敬神爱安怎？诚心嘛，对不对？咱不是讲咱敬拜我们的神要怎么样？心灵诚实对不对？来到主的面前，对不对？那指示灵，我们敬拜神要用心灵诚实敬拜他，对不对？哇，哥安娜，听心，干啥呢？宗教这两项最要紧的，迄个内在就是敬虔到听心，
这别当否认的嘛吼。那正统的宗教了哈，我来讲正统宗教。第二就是讲宗教拢安怎强调修心两性。我问咱一句，咱基督徒在修心两性无？有啊，灵修就是啊，灵修啊帮助咱的心性更较清气，更较像耶稣基督咱的心性啊，内面修，外面爱无？也是要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个性呈现出来，就是干嘛？甚至耶稣说我们要温柔啊，不要带出祝福啊，不是带出伤害，不是带出粗暴，乃是带出神的爱。对，修心两性嘛，安娜。所以修心两性是内在，对不对？外在嘞，多行善事，远避邪恶。我是个问一句诶，你有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哦？你有相信无？怀疑对不对？圣经讲，上帝照咱所行的不应咱的，有无？这就是啊，上帝爱咱行好啊，所以上帝会奖赏那一些行善的人呐。但是我们不要误解，我以为我们行善就够了，行善还是不够了哈。但是行善会得奖赏，远避邪恶，对不对？咱来做好代志一寡不好的代志嘛会离开咱呢。人来心存善念，爱伊做这无形中他就会在一个美好的氛围里面，是一个祝福的环境里面。在家庭也是一样啊，在教会也是一样啊，都是一样。在社会更是一样。社会也是很看重这个善行的，对不对？好第四类，宗教可能讲卖争名利了，对不对？甚至各讲不要贪恋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世界是罪恶了，这个世界是堕落了。其他宗教嘛来讲呢？不使贪恋物质啊，我们不争不抢，我们要取之有道，对不对？合乎中道还是讲咱爱认真尽本分，不甲人争这名利安尼第五类这是较悬的讲，要有求智慧过幸福的人生，对不起？宗教大家信，为什么要有信这个宗教？等于讲这宗教当祝福伊的人生啊！那么信耶稣也是一样啊！我希望这个我这个宗教带给我人生的智慧，我在待人处事上我都能够这个对应得宜我无陷到伫这个陷阱里面我要分辨要做对决定这是智慧嘛当然咱各宗教咧强调智慧的来源不同款，我们基督徒说智慧从哪里来？从神而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不对？认识至圣者便是有福，所以幸福人生不是吗？对，是神就是带给我们祝福这个神智慧来源其他宗教嘛是咧强调那样智慧贴心的来除了这共同点以外，咱基督徒有啥物特质？人家问讲，恁基督徒偌好你讲话卖你教会无共款的所在，你们可以跟他分享吗？因为咱讲要跟人家分享神的问题，要分享福音呐福音如果你跟讲的一样我早都听过了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基督徒的这个基督教的特质在哪里？有什么特别？来，最简单，其实就是安尼尔。其实基督徒在讲有一位爱你跟我的天父了，他要束缚于我们，这叫做神的束缚，叫做恩典，对不对？这恩典这个恩典是怎么得给你的？这个恩典不是努力赚到的，恩典是什么？好像一个礼物，是个礼物，给你礼物，你接受了，你就得着了，这个礼物是什么？这个礼物就是说，经由耶稣要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名分，就是成为神的儿女了。成为这样别的宗教不安尼讲呢？别的宗教不安尼讲，为什么？因为有这个名分，我们就能够圣经说，我们就能够领受
神经由耶稣基督所要给我们的产业，就是讲耶稣伊身上有甚物祝福，拢要互听伊的人，也是讲上帝的百姓啦。安尼知影无？所以咱生命的祝福，一切的祝福，拢经由耶稣基督临到我们。这以弗所书第1章第3节拢安尼讲那我回去看这以弗所书，哇，以弗所书第1章写到，基督徒能够得到的祝福，我看了真的，你会让你的生命很大的丰富，有盼望，有能力有指望，哇，这个是在我们生命太棒了，对不对？是经由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所以说，基督徒更加不一样了，就在说他说的是恩典恩典比如说，你更加努力，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努力而成为神的儿女吗？神的儿女是怎么来的？圣经说，对，儿女是生出来的啦，对不对？我们如果成为神儿女，因为他经由耶稣基督而重生，是灵里生，不是肉体生。肉体生，我们爸爸妈妈生我就是一个囝，对不对？我有囝我就是讲有这个名分我就可以从我的父母亲的来领受他的产业对咱灵里面生的神的儿女就可以领受神想要给我们儿女的产业，属灵的产业，你有清楚无？所以基督徒那的特色中心点在这里甚至一个神学家说什么是基督徒？就是以神为父的人就是基督徒。以神抓上帝做老爸，那就是基督徒啦。因为基督徒都是上帝儿女，神的儿女，哇，这太重要了。一切恩典都经由这个身份进入领受也因为这个身份，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敬拜是什么样的身份的敬拜？我们以神的儿女的敬拜，来到这位丰富荣耀的父的面前，我们在敬拜，何等的快乐啊！何等的满足啊！一切需要都可以从这位父亲而来。哇！如果这样的认识的话，我们的敬拜就不一样了身份不一样吧？我的期待不一样我跟我的父亲的关系又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耶稣以儿子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要告诉世人有一个爱我的父亲经由他就能够成为神儿女就要抬杠这人在家的笑脸耶稣基督好让家在神的儿女，对不对神的儿女聚集的地方就是什么？神的家，教会就是神的家，不是吗？弟兄姐妹，跟隔壁来讲，我们都是神家的家人神的儿女拢是神的家嘛，所以讲无咧叫做有人无归属教会，讲阮都无教会，无教会就是没有家。当然另外一个神学见解另外一个时代有一个神学，没有教会就是没有家因为神的儿女有他的家，有他的归属了神的家。好成为神的儿女我需要讲一下，对不对？应该是怎么样幸福的？神的儿女应该是幸福的。所以我意思会讲信耶稣应该是幸福的。所以咱问讲我信了耶稣幸福吗？不幸福要成为幸福有时已经很好的这个这环境幸福了，还要更加幸福进一步要怎么样分享幸福幸福就会加倍爱要分享他就更多的爱，更多的祝福所以神的儿女在神的家，这个家是幸福的神的儿女之所以幸福的，因为第一行的是什么？天父爱我有人听咱才会感觉幸福啦，因为有听就是祝，无祝福无幸福，人生无祝福无幸福，因为民间拢讲我遮歹命无遮歹命接煞你讲来行济啦有无？我最近带一个这个人该决志信主我来伊较早佛教伊拢去佛教咧做迄个做志工我来讲阮基督徒这个做跟佛教无共款我就甲讲到其中长
因为不教讲吼，哦，翁仔若嘛无好吼，讲哦，太太互翁欺负，还是翁互太太欺负，即摆拢有啊吼，哦，毋是讲甲太太欺负，翁欺负，哦，安尼，伊讲吼，伊讲人阮师傅拢甲因讲吼，迄个小坎者吼，你互欺负吼，应该因是你咧行者，有应该无？是，互伊欺负是应该，我听做。讲毋对呢，阮基督徒是讲哦，三听才是应该，因为吼，凡事无欠啥，圣经讲咱什么都无欠啥，就欠缺爱，对不对？甲欠听，对不对？哦，咧，哦，咱欠的，比如讲咱无毋对，咱欠啥？欠啥？我们欠的是罪债。讲哦，阮欠的吼，耶稣替阮还呢。耶稣爱因为吼。我变成天父的儿子，天父爱我啊，他就用他的独生子来代替我啊，替我偿还呐，所以天父爱我，所以有人替我偿还我所负的债，我很幸福，对不对？因为有爱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不孤单呐。所以很多人在这世上很孤单，你看。没有爱了，没有爱，离开没有一个归属，所以来，所以咱确实相信上帝要听咱，赐予咱。搁一项就是，咱若知影讲天父听咱咱就知影讲咱是什么人嘞，很重要知道是这大拢人生一直拢咧问题，我是什么人我活着有什么意义？我人生我不对什么？如果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要知道你是谁，你就知道你活着的意义还有目的呀。咱都唔知影什么人啊。我就拄着一个台湾同乡，对美国回来，伊讲特生气的是伊就对这台湾人的身份都迷迷糊糊唔知咧。后来才原来我是台湾人，所以台湾人怎啊？台湾人就爱听台湾最简单的代志，对不对？伊说我台湾人，所以我对为了台湾代志做打拼，做努力的。伊讲我去美国才知影讲，原来我是台湾人，因为其中拢较早讲我请啦，对不对？较早安尼嘛，那个 Chinese 啦，伊就问讲，Chinese are you from mainland China? No, I'm from Taiwan. Then you are Taiwanese. OK. 都后来伊安尼问题都切开知影我知影，我姓是啥我当咱问讲你是什么人的时候？咱的基督徒人讲我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儿子咱知影这是一个身份，就知影你什么人，对不对？你也知影你身份了，你活要创上帝囝活地的目的是什么？我讲这是一个作业，当你知影你的身份时你要知影你活地的意义，因为你知影你要怎么活啦，怎么活啦所以咱做基督徒的咱就是啥？上帝的儿女，咱知影咱的身份基督徒的身份就是什么呢？伫上帝的听的内面，在享受上帝恩典，积极积极的活出丰富的生命。做基督徒的我是简要核心生活的目的，就是我以天父为荣。天父也以我为荣个我以天父为荣是吧？永远以天父以神为乐。这是这个古早时代咧问咧信仰教导第一条就教这个你讲咱人生的一个活着的目的第一项就是不是第一项其实讲一条就是讲要荣耀神，对不对？同款你条下面讲永远以神为乐。咱头前拢强调的什么荣耀神，对不对？忘记后面以神为乐，以神为乐，意思就是讲神能够满足你，让你有满足的喜乐，不只是我们人生的荣耀神。意思是讲我们要荣耀神，但是我们要享受上帝的恩典，对不对？上帝爱我们，他多么欢喜快乐，他的儿女都能够享受他的恩典，让他们有一个丰富的人生，对不对？这样才能够活出神的荣耀如果我们不能够享受神的恩典，我们也没有办法活出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位神是爱我们的，他有丰富的恩典要赐福给我们。所以跟隔壁人讲我们是有丰富的恩典的。
有丰富的恩典啊，我们有足够的属灵的能力，来活出神来活出荣耀神对对，感谢主了所以咱做基督徒是有福的来咱搁讲你先会拄着困难未？会软弱无？有上帝听咱，上帝应许我们说什么？上帝应许我们什么？应许要赐给我们能力、平安与信心，对不对？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个有这么应许说，对不对？说耶稣有讲你若劳苦对我担当来一群我，对不对？要互你得到安息，这是应许这啥？这个安息是一个恩典，因为让你得救再回归平静安稳，对不对？是在他的里面安息，这个讲耶稣讲我将这代志甲恁讲互恁通放心，因为伫世间恁有苦难，第三但是恁通放心，我已经赢过世间，伫我的内面有啥？平安。这啥？这是应许就是讲只要我们遇到患难，我们都会遇到患难，遇到困难，但是在它里面，我们就能够享受平安。这不是一个观念，这是我们要去相信、去把握、去体会的。不是只是说圣经在讲这个观念，不是，是真实要在你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的。哇，对，太重要了太重要了还有这个圣经应许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这个以赛亚书这么说了他说疲乏的他是能力，对不对？软弱的他加力量，少年人也会疲乏，对不对？困倦，强壮的人也会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人必怎么样？重新得力，必还地的快乐安乐他必要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句圣经单非常熟悉，对不对？但重点是什么？等候耶和华。我们如何等候？弟兄姐妹，咱如何从神那里得着能力？讲等候，我们如何等候？弟兄姐妹，我们大概每个人都大概会偶尔会，或者说已经有了灵修的习惯，对不对？都要问讲，我们怎么灵修？灵修的目的在哪里？个问更加这具体的，我们读圣经你们为什么要读圣经？我们敬拜，我们为什么要敬拜？为什么敬拜？对，等候这我自己的体验，我每个早上起来我都会敬拜神我内心敬拜神，然后呢，我默想神。我在这个敬拜跟默想当中我就领受到圣灵的充满让我得到能力这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己的一个学习了成长我们的心如果没能够安静下来，我们很难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我们如果没有默想神的话，神的话不会变成灵和生命，因为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要先来敬拜我们渴慕神，然后我们的心在主的面前，我们不断的渴慕让主来充满我们把世界的事情都排开，然后我们等候神这样子你们回去看看你们可以早上起来，你们可以听那个比较安静的诗歌的音乐他听安静诗歌音乐我建议就也可以唱的，你也可以跟他唱就敬拜然后呢，你可以不唱的，你就演奏的，你就跟着音乐默想祷告这个默想了默想这样安静默想让你心向神敞开然后呢读神的话语，你就默想那神的话语要给你什么样的恩典一定要从神的话语得到恩典，不是得到知识的大家都在研究圣经圣经知识一大堆，但是神的恩典少少呢
以至于说很有知识，但是没有力量呢，很有学问，但是没有生命呢，就是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会陷入这个世代的这个错误的带领之下，我们跟神亲近，用灵、用诚实、用真理，对不对？我们要进入到神的灵，进入到神的真理里面，就是真的是进入到了话语里面。因为圣经说，耶稣说我们要领受圣灵，然后圣灵要将神的真理告诉我们，不是吗？我们没有安静我们心，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没有这个领受圣灵，我们不会进入到真理里面。我们没有领受真理，就是没有领受启示，我们就没有领受恩典。所以神的话语是要来感动我们的，要来激励我们的，要赐给我们力量的。我们要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我们不在只处读圣经而已很快读很多，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很快的读知道圣经讲什么。但最重要是进入到神的话语里面，这最重要的我们才能够得着恩典。特别我强调这个，所以跟大家一起勉励了来，人生这个基督徒这为什么会这幸福的？因为人生有归属与盼望啊。无五忙的人，无五忙，你来讲伊幸福的，基督徒就是有盼望的人。所以基督徒要活出有盼望的样子，耶稣来本来就是带给我们盼望了所以但是盼望就是为什么盼望？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有归属啦，人生有三归，第一归哪里？原生家庭嘛，出世就一个家庭嘛。第二归呢？当你信主以后，你就是归入教会了。教会是什么？属灵的家将来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到哪里去？永恒的家，对不对？三归做基督徒这三样事情我们都有吧？当然有些人在原生家庭里面没有得着该得着的祝福但是在教会里面，教会就是大家彼此祝福的地方因为有祝福，所以我们就会在爱中成长才带来更多的信心喜乐这叫幸福叫幸福。因为你感到幸福，你的生命就有信心有盼望因为你有信心有盼望，你感到幸福了其中这原因就是说成长很重要基督徒如果没有成长的话那个幸福不会加多了要成长来所以教会只是灵魂的归属的地方是跟同性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在这里怎么样分享神的恩典一起成长满满的爱了所以在这属耶稣的人圣经跟咱今日说他的圣经里面咱既然是归属教会，对不对？咱就无再各亲像啥外人是神家里的人神家里的人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彼此建造一共建造在什么样的根基上先知跟使徒，对不对？而且之前更重要就是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在磐上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先知，我们需要接受使徒的教导然后呢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渐渐成长成长以后怎么样变成神的殿，渐渐成为神殿有神的灵要充满。所以基督徒我鼓励我不是灵恩派，但是基督徒没有圣灵充满就不会真正经历到重生了，也不会真正经历到属灵的能力了，真的这必要的啦因为圣经讲咱对水生，对不对？耶稣讲搁对什么生？圣死来生伊不是教会彼得这尼哥底母讲，那无对圣神生那不能见到神的国呢？也许我们都有水洗，对不对？我们已经这个注册在教会里面有注册没问题啦在教会属教会的会籍，但是是不是属生命册里面的一员呢？还有生命册呢？教会会籍里面有登记某某的你洗礼耶，那这个不是保证说我们就是生命册的一人呢？什么？耶稣我们就讲，只有圣灵生的，我们才是这个归属神的了嘛。所以基督徒不要说拿来讲圣灵充满，拢灵恩派，那种我别讲我本身就很强调圣灵，
教会没有圣灵，我们如何跟神同工呢？教会没有圣灵，我们没有如何来传福音呢？我们如何有能力呢？你这耶稣应许的啦哈。所以基督徒哈，我们没有圣灵，我们就能看懂神的话呢？我字面是可以的，但是灵里面我们就进不去啊，就是不能得到恩典呐。所以我们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神的灵所要居住的殿。教会更是如此，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就是圣灵充满的家。因为圣灵充满，各讲他有真正的爱，天父的爱。因为罗马书第5章第5节就是说，上帝经由圣灵将他的爱浇灌我们。哇，感谢主了哈！我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哈。再来信罗教会，刚才讲基督徒对不对？我们教会呢？我们教会在做什么？让你跟我更感到幸福。第一，我们欢喜快乐敬拜。我很看重敬拜的因为教会敬拜的更新的话，教会属灵的生命就会更新。如果我们能够尽情的敬拜，这敬拜2项很重要。第一荣耀神；第二项喜乐，因为荣耀归神，喜乐归我们了。所以敬拜是什么？是神的儿女欢欢喜喜来到神的宝座前，在那里欢呼赞美神。神是丰富的神，神是有能力的神，神是爱我们的神是神是让我们得胜的神。归荣耀给他。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会领受什么？信心跟能力啦。软弱敬拜，你就会得到能力。忧伤因为敬拜和得到安慰。还有生命会得到医治跟激励的。所以我常常听人做见证，他说进到一个教会里面，为什么信主？因为我进到里面去我听第一首诗歌，我就感动了，我就痛哭流泪了。为什么？那个是神的灵同在的敬拜啊！我多么渴望每个教会我马上过来我的教会能进来听到我们的诗歌，他就感动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教会真的是一个充满神荣耀、喜乐神作为的教会。阿们。隔壁来讲我们要喜乐荣耀的敬拜神来。这太重要了，所以我鼓励这敬拜是尽心尽力。讲今仔足寒手甲大声就袂寒。我即摆流汗，你知？像那工作出来对不对？同款啦。我伫阮教会我是讲我来遮惊唱圣诗什么唱诗教你教着。我伫阮教会唱大声咧，我甲会友讲你若要敬拜请牧师。像牧师要带领牧师不敬拜的话，弟兄姐妹怎么敬拜？不是吗？对不对？所以我是要带领年轻人讲，年轻人你们我要教导他怎么敬拜，说你们看我，我带他们敬拜，手举起来，拍手，对，我对动作比较大一点整齐划一这样感谢主，对不对？敬拜目的是神得荣耀，我们得喜乐记住这2个原则。所以每次我们选诗歌，我们得喜乐能力的敬拜，还要神要得荣耀神是中心我们尽情敬拜，我们神就赐给我们教会这上面学习天父的教导这儿女的学习天父的教导对不对？学习这个天父的教导是因为圣经讲跟教会是神的家，对不对？神的家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对不对？哇！教会里面有真理耶这真理是天父的教导吧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了更认识神更认识天父的恩典认识很重要要知道不知道你就得不着还有呢，还积极的活出来了，对不对？积极的学习，但对恶习积极，对不对？对神的话要渴慕才能够积极，然后呢要积极把它活出来。所以2面呢一方面积极的想要知道渴慕嘛积极的把它实践出来。什么意思？神说的话我就要经历，不是放在这里，我就要经历，我要实践，我要经历。当然不简单，但是我决心要经历神的恩典，所以积极把它活出来然后所以才能够活出荣耀人生，对不对？还有一点，我们有神的
真理嘛，引导嘛，像耶稣说，他是真理的真理，对不对？才能到天父那里去啊。这是啥？这是啥？对的道路，对的说道路往哪里？对的道路，世界嘛足条路啊。有人讲来，我带你来，遐拢免什么学历，免什么一日就偌济钱安尼我陪你去安怎？结果安怎？阮死的，对不对？伊讲要布一条路，互你趁钱的路，但是耶稣说，布咱一条路是活命的路，所以咱得在神的家学习真道，就是在走一条对的路上的时候，才能够真的不断成长然后我们生命才有喜乐盼望生命很重要，就是成长，对，好第三呢，享受爱谊啦。教会就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地方，有条的所在，就是因为关系好嘛，所以要建立好的关系，教会有好的关系，才能够和谐，对不对？才能够凡事都因为大家彼此合一，能够成就，所以那彼此合一那成功被冲上一定要行，特别说我们教会要复兴，我们教会要成长，都要同心合一。我感觉教会上可惜的是不能同心合一哎呀。因为我们95%的精力都在处理人的问题，5%在做神的工。哎呀，如果是换过来，95%都是在做神的工，5%在处理人的问题那你看教会变成怎么样感谢主所以我们应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对不对？那个是神，我就与你们同在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教会能够彼此相爱，大家合一，其乐融融，有幸福一个家庭，你想看卖？彼此相听，大家和谐，就幸福家庭嘛，对不对？感谢主了想不要第4项，幸福是什么？才能更幸福？你想嘞？幸福就是要分享幸福就是才是一个得到更多幸福的秘诀所以幸福的秘诀就是分享幸福分享幸福其实是什么？但基督徒的天职耶稣吩咐我们去传福音，分享上帝的救恩你如果去做很喜乐阮教会就是安尼阮欲罢不能阮已经做第8期现在了我又开始每年又开始阮1年2期我们这一期有53个 best 感谢主所以讲做到那我有人讲你敢要停？袂使停，我说袂使停我是故意讲的大家因为分享幸福很幸福我会鼓励你们，你们就21号要来做这个工作我们接待高规格的接待这个 best 我们送礼物，每次都送礼物，每一次我们不是最贵的东西，但是我们摆设的都很用心好，因感觉那就安尼对，都让感觉讲我们是超过的，爱是超过的，爱不是都要，爱是超过他会感动所以那个所以讲 best 来那一天，给他带名牌，每个人快点桌上给摆好餐具，迄种用作水的礼物放在上面上，我们这个端出来的东西我们就服务，我们不让他们端，我们服务端出来，摆好每一道菜我们都有跟圣经你看这道菜为什么这样设计呢？我们这个主厨都会说明圣经哪里这个什么意思？这个摆盘什么意思？他很感动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在做幸福小组的一个精神就是愿意付出，愿意给，神给我们更多了分享幸福，更幸福你会看到你带来的朋友有一天信主我信仰说无比这项更加快乐，欢喜快乐的。你带着人信耶稣，我就是一直讲所以一直迄个福音的热情一直不停了神不断的这个激励我激励我们弟兄姐妹，他们比我做得更好现在我慢慢都要交给他们他们也都很熟练感谢主我们现在是打基础，但是基础应该是慢慢的稳固，然后继续来就是熟练就是要收割更大的收割了感谢主我相信我看到那众信教会潜力比阮较好啦所以你会当
当特别我们这年轻人，我看到你们年轻人哦，充满希望哦，真的，我们年轻人真的是哦，在教会里面呢，会成为一个福音的大军，好，感谢主了哈，我们就全教会一起来做哈，阮做哈，阮吼迄个做全家来做，好，爸爸父母亲带儿子拢一起服侍，哦，不管你做长老啥，阮大都是围多下咧服侍吼，长老咧服侍咧，等阮少年牧师嘛，下咧，我不爱互伊坐着啊，下咧来服侍。现在迎宾是吗？安尼，OK， 好这分享了，我写的喜乐，所以讲较济，来感谢主哈。教会是什么？是幸福的家了哈。邀请更多人加入教会来分享哈，来传扬这个天父的爱这是教会存在的一个意义跟目的哈。因为我们这样去做，神就会祝福我们，让我们幸福加添。跟隔壁人讲哦，我们一定要分享神的爱来。好，咱做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今天你的仆人藉有这样的信息，我们彼此勉励。我们知道主你要兴起众教教会，我们看到他们有一股渴慕的心他们的预备要来做分享的工作。我们感谢你，你祝福这个教会不但在主你的圣灵带领之下灵里面兴旺他们也彼此相爱，而且主你把得救人天天加添给中间教会，让中间教会充满喜乐，充满神的荣耀。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接下来咱就来修圣餐哈，咱来吟圣诗122首。现在兄弟姊妹，这是咱要甲主参加的坐道，这是一个稳定的道，是主耶稣基督互人买迄面有甲学生做伙食最后晚餐耶稣就对道顶来提起饼甲葡萄汁来设立圣餐，这伊永远的祭祀的纪念
所以我们也按照主耶稣的吩咐，我们摆设饼和葡萄汁我们也请大家一同来这个接受耶稣基督他的邀请。耶稣基督说：“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让你们得安息。”耶稣又说：“凡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要得着饱足。”我在门外敲门凡听见我声音来开的，我要进去与他们同享这个宴席。主耶稣又说：“我就是生命的饼。”信我的人永远不渴；跟随我的人永远不饿。所以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知道在耶稣里面有满满的应许和祝福。所以今天我们借这个机会再次的经历耶稣所要赐福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以他来共桌，这是一个恩典的桌，是再次的领受他所要赐给我们那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一同来献上感恩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差派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的生命舍了自己。主啊，感谢你，你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留下宝血的目的是为了洁净我们的生命，也要赐给我们你那复活的生命。感谢你，你特别让我们永远能够享受主你所留下来的赐给我们的恩典。你设立的这个圣餐，我们按照你的吩咐，我们摆设，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分别祝福桌上的饼和杯，让我们从当中我们的饮用了，我们吃了，就领受主你里面的一切的恩典。因为主你说，如果我们不吃你的饼不吃你的肉，不喝你的血，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我们与你无份。是的，主啊，我们勇敢的也相信的，我们是神你所拣选的儿女，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享用你所赐给我们的。求主祝福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面你自己作为，你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也现在每个人他们带着他们自己的渴慕需要来到你面前，你亲自回答，你亲自满足他们的渴望和需要。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要说互人买迄面有摕饼来作谢白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今日这个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今日这个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今日这个时就今日来纪念我。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今仔恁这个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咱摕到了后，会通先把迄个塑胶袋给拍开，等咱大家拢摕齐了后，咱做伙来享受。
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今日恁食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咱一齐来享受。食了后，主爷呢旁边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日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咱就愿请咱的长老来服侍。主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日恁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在我的血里面所设立的，你们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主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日恁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咱一齐来享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个伫地。咱做三个来感谢，请人个爸，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有即顶好的恩典，甲听救主三甲这道，在透过即个圣礼，互阮深知阮家己是属于主耶稣基督身躯的一体。阮大家受呼召，佮诚做主你的身躯，伫遮来起造上帝你的教会。求天父上帝帮助阮，透过即个圣礼典，阮彼此三角连结，伫主耶稣内面。因为主耶稣讲，阮袂通离开伊，就亲像葡萄树枝袂通离开葡萄树心。阮若伫主的内面，阮奉主的名恳求，主你就要赏赐恩惠互阮，佮应允阮主你所做的，阮嘛要做，而且要佮做佮较大的事。主因较无你安尼话名伫阮的内面来活出来，互阮诚做你的教会，是一间充满喜乐、有荣耀、有气力、有热情、不断伫成长的教会。主啊，帮助你的教会伫遮徛起所发出的光，
吸引更较侪人，互人欣赏。因为有主你的同在，阮是一个幸福的家庭，阮是幸福的儿女。感谢落你，求你的圣神继续扶持保守阮这个圣洁的交通，在生活中间，阮活出主你的款式，荣耀见证你的生命。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这个时阵，咱要来受杯甲奉献。今后面的诗。谢谢。继续，咱来大祷。公道的部分，咱为12月21有社区办一个幸福的聚会，甲12月24有伊甸万人喜乐合唱团的音乐见证会。咱有社区有真侪朋友会来参加，咱特别为这两件代志来大祷，互因未啉捌酒的时阵，会当透过这活动来啉捌酒，互主会疼，甲伊稳定会伫因的身躯顶来体验着。第二，咱有身体欠安尼兄弟来大祷。第三，咱为郭碧慧、郭美慧、郭心怡、周庆祥、周思恩、周雨乐、甲蓝雪欢、林义明、林泽林、林卫林，因的身躯甲心灵都会让健壮大祷。这是咱起立来为这几项来大祷。
上演389首，上演线咱请罗牧师甲咱祝祷。求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所赏赐互阮的听，满满伫阮兄弟姊妹中间，互阮起做一间充满祝福、恩典教会大家兄弟姊妹伫遮过着幸福、信仰的这生活的教会，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别倒。报告大先，请人看今日的金句，咱来谈两遍，一遍台语，一遍华语。安尼讲，安尼你无过做外邦人，较有卡的，就是遮做上帝家人的人，咱讲着华语。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害客人，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人的。以弗所书第2章19节。咱今日有交换员吼，有一个新朋友来到伫咱这个所在来向咱做礼拜吼。林家龙，他是欢迎你，而且是你的同学还是怎么？啊，不是，你是那个，欢迎你。等一下我们有爱餐哈，可以留下来跟大家一起聊聊这样哈，欢迎你，真的很高兴你来这样。你现在是住在台北市吗？福县北路，这很近了哈，欢迎你常常来这样。好，继续咱看报告部分吼，咱伫即个拜三有一个小区的幸福吼，幸福组吼，咱有同工，咱幸福小组共款咱咧这活动啦吼，希望咱透过这活动吼，一人会当搁较入仔做安尼吼。第二项就是拜四，就是拜六吼，献堂活动吼，咱的电视咱伫直播咱家己来看啦吼，咱。今日较顶后一个董事会，咧讨论讲迄天吼整个的电视有啥物同工咧来分配吼，较无迄天，因为讲目前来看社区的大概应该有40人吼，40人会来参加吼，咱希望会当好好来交代因啦吼，好好因后来透过这音乐会吼，透到互因体验着上帝真正听吼，毋是听咱人，会听因吼，互因会当感动着安尼吼。好，咱到遮啦吼，咱继续来做，请向外队来做一个祝福的分享啊。
咱阵来大家互相来请安。咱今仔日吼，迄个大家互相三个请安哦。啊，咱今仔日个查经的小组暂停吼。迄个咱的业长了确诊隔离，啊，咱今仔个有迄个中集会吼，啊，今仔个有圣餐，所以咱今仔暂停吼，暂停。啊，我们很欢迎那个林姊妹、林小姐来我们这里，谢谢你，嘿嘿，很高兴你们哎，好，谢谢，哎耶，嘿嘿嘿，哦，很高兴，嘿，嘿。嘿，啊！你特别来看咱林牧师，今仔穿